来是宜兰，有一阵热爱大自然的总铺，用自然的食材来煮食，嘛要教民众安怎来煮健康餐。甲现版的野菜放入去鼎内底，而且大声讲：“我爱你。”有没有？希望让囡仔知影，每一喙拢是大自然的恩惠。这食材嘛，拢是100%天然。每一个都要5个颜色。一罐一罐看起来那亲像是彩色的颜料，其实都是天然的调味的酱料。青色的是硬菜，柑仔色是香蜜，还有用米茶粉和野菜做的蚵底。不需要任何太过多的调味，就能够尝到大自然的味道，比想象中还要好，也没有苦味。这好料、健康佮好食，其实是有一群想要保护环境的生态都市师，希望会当透过食农教育，够产业嘛够健康。然后最终它带给台湾的整个土地健康，然后农民健康，老百姓消费也健康。伊原本是绿建筑的工作者，发现讲对食来改变，才是基本，所以才会专心投入生态都市师的工作，希望让大家当感受到大自然就是上好的宝库。